大家好，歡迎收睇《講九往事》。李嘉誠父子三人，唯一有正式夫人嘅係長子李澤鉅，佢嘅夫人叫黃麗喬。佢美貌不比梁洛施，長時間唔喺職場打拼嘅佢，工作能力肯定遜色周凱旋。出身亦都並非大富大貴，但呢一啲年始終牢牢佔據李太嘅稱呼。李家嘅家庭事務亦都係佢喺度處理，並且受到李嘉誠、李澤鉅嘅一致讚揚。梁洛施、周凱旋連門檻都邁唔進，佢卻喺李家豪門站穩腳跟。黃麗喬嘅法寶係乜嘢呢？多年以嚟，梁洛施同李澤楷復合嘅消息就冇斷過。先係前年有網友曬出李澤楷同梁洛施疑似喺澳門度假嘅畫面。梁洛施離開嘅時候，由李澤楷公司嘅車輛接送。舊年6月18號，梁洛施社交媒體上發布慶祝生日嘅相，佢嘅生日仲得往後推5日，卻選擇喺老豆節呢一個生日蛋糕上嘅嗰個卡通人物同李澤楷非常相似，讓人浮想聯翩。此外，李嘉誠嘅紅顏知己周凱旋亦都面臨同樣嘅問題。30幾歲開始陪伴60幾歲嘅李嘉誠，如今已經過去30幾年，周凱旋始終冇得到李太嘅名分。黃麗喬點解能夠喺李家豪門立足，而梁洛施、周凱旋卻連門檻都未能夠踏入？佢究竟有麼過人之處？1993年，李嘉誠喺媒體面前講咗佢選新抱嘅要求。我對於我個仔娶老婆冇乜規矩要守，唔講乜嘢門當戶對，最重要嘅係個仔中意出身正當家庭，最好係中國人啦。冇過幾耐嘅1993年5月16號，啱啱坐上長實集團總經理寶座嘅李澤鉅宣布結婚嘅消息。此前媒體猜測過李家新抱人選，但係當確定新娘係黃麗喬嘅時候，仲係唔由得震驚。此女究竟有啲乜嘢厲害之處，能夠令到李嘉誠滿意？黃麗喬原名黃富信，1969年出生於香港。黃家並非啲乜嘢大富大貴之家，爸爸做紡織生意，規模並唔大。上世紀70年代，一家人移民到咗加拿大。黃麗喬性格沉穩，不善言談，但係卻聰穎敏慧。佢畢業於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工商管理專業，返學期間經常外出，增加社會閱歷，形成咗幹練嘅氣質。1990年，黃麗喬嘅生命軌跡因一次飯局徹底改變。黃麗喬父親嘅好友有個仔叫許知仁，許知仁有個大學同學叫李澤鉅。當年許知仁組咗一次燒烤局，黃麗喬受邀參加。李澤鉅正喺加拿大處理地產業務，亦都趕咗過嚟。聚會上，李澤鉅對溫婉賢淑嘅黃麗喬一見鍾情，女方對佢嘅感覺亦都唔錯，覺得係個可靠嘅人。李澤鉅之後面對黃麗喬展開愛情攻勢，後來兩個人就一齊啦。不過由於雙方工作原因，一直過住兩地分居嘅生活，平常靠電話聯絡。黃富信曾經回憶：我對李澤鉅嘅第一個印象係佢平易近人，人品唔錯，但係我完全唔知道佢就係李嘉誠個仔。後嚟知道咗，我話：哦，原來佢係一個出名嘅人，但我一直冇擔心過啲乜嘢。兩人戀愛唯一嘅曲折嚟自岳父。黃麗喬父親知道李澤鉅身份之後，無比憂慮，擔心雙方門第相差懸殊，又害怕個女一入豪門深似海。李澤鉅親自去拜見，謙卑且誠懇咁詢問伯父：我能夠同你個女交個朋友咩？經過一番交流之後，未來岳父憂慮煙消雲散，同意咗呢一門婚事。岳父考驗結束咗，老爺嘅考驗亦都開始咗。1991年，經李家運作，黃麗喬被介紹到萬國寶通銀行工作，任助理經理。次年10月，銀行總部大廈落成，黃麗喬嘅任務係邀請各路名人參加典禮。結果，李嘉誠父子三人齊齊亮相。雖話當時李嘉誠仲唔係首富，但係能夠將李家三父子都請到，萬國寶通銀行臉面上增光唔少。典禮間隙，黃麗喬不時周旋於李家父子之間，仲同李澤鉅談笑風生。
財經記者敏喺度確實不高，以為只係工作需要嘅攀談，冇能夠及時挖出八卦猛料。3個月之後，黃麗喬又陪住李嘉誠父子3人參加咗大嶼山觀音寺開光大典。李嘉誠夫人莊月明生前經常嚟此參拜。李夫人過身之後，李嘉誠捐款對觀音寺進行重修。喺咁重大嘅家庭事務，黃麗喬竟然有機會參加，媒體終於意識到佢極有可能係李家未來嘅新抱。1993年，李澤钜被父親提拔到長實集團副董事總經理嘅位置，極為可能成為接班人。同年5月16號，李澤钜宣布同黃麗喬結婚。李澤钜一早坐上117號車牌嘅棗紅色勞斯萊斯去接新娘。李家為呢一次婚宴花費巨大，一枱酒菜值4萬港元，有椒鹽生蟹鉗等10道菜，其中和麻包選用嘅12頭包，一隻2000港元；雙頂金山鈎翅每斤3000港元；蘇眉魚一條2000港元。呢個係喺1993年，當時香港房價亦都就3000港元左右。李嘉誠仲好低調，對記者話：有人話我點菜3.8萬蚊一席，我真係唔知幾多錢。廚師最初寫俾我嘅菜單係1萬幾蚊一枱，我睇咗覺得唔係幾好，改咗幾個菜，最後幾多錢一圍我真係唔清楚。婚後，黃麗喬就專心喺豪門中相夫教子，鮮少露面。不過李嘉誠對佢相當滿意，早年多次誇獎過佢。由於莊月明女士已經去世，黃麗喬婚後理所當然成為李家嘅女主人，仲係唯一嘅女主人。對豪門嚟講，呢個係個身份，亦都係責任。婚後黃麗喬嘅第一任務就係為李家延續香火，分別於1996年、2000年、2004年連生咗3個女。雖然李嘉誠對外話自己中意女仔，就係第4胎定係孫女都冇所謂。識啲心理學嘅都知道，越係強調冇所謂，越係滿心在乎嘅表現。黃麗喬亦都明白佢可以生第4胎，但係要的係女仔點算？2005年，佢由原來嘅名黃富信改成咗黃麗喬。關於佢改名有個講法係，李嘉誠求孫心切，揾嚟自己御用堪輿風水大師賈六銘女士，此人喺香港有小神仙之稱。賈女士通過金木水火土嘅相生相克，俾咗黃麗喬呢一個名，話係利冬天出生嘅人，旺夫旺家。坊間傳聞呢一次改名花咗上百萬港幣。神奇嘅係改名效果立竿見影。2006年，黃麗喬成功生下李嘉誠長子的孫李長熙，順利完成咗任務，黃麗喬嘅豪門地位亦都穩固咗。李家其他嘅事，黃麗喬亦都要費心。李嘉誠名義上單身，婚後黃麗喬為咗照顧好老爺，一直同李嘉誠住喺香港島南區深水灣道79號嘅半山別墅裏邊。別墅一共3層，李嘉誠住3樓，黃麗喬同李澤钜住2樓。李嘉誠亦都因為幾個孫仔孫女陪伴，晚年享受到咗天倫之樂。1996年6月，世紀悍匪張子強綁票咗李澤钜，李嘉誠俾咗綁匪10.38億港幣，先至把李澤钜贖回。經歷過咁一次劫難，本來就沉默低調嘅李澤钜更加係深居簡出，內心有幾咁恐慌同埋唔安全感，可想而知。而呢一個時，黃麗喬屋企生下長女不久，佢一邊要照顧啱出世嘅 baby， 一邊要安撫老公嘅情緒，仲要照顧屋企嘅家庭瑣事，想必黃麗喬當時亦都忙得焦頭爛額。黃麗喬仲有個唔肯心嘅叔仔。眾所周知，李澤楷喺屋企係個硬頸。喺港媒報道中，李澤楷年輕嗰陣盡係任性叛逆，離經叛道。黃麗喬結婚嗰日，作為叔仔，李澤楷亦都冇同佢接佢。李澤楷對此嘅解釋係已經有好多兄弟幫忙啦，而且澤钜早就叫我留喺屋企幫手。港媒報道，快到中午啦，接新娘嘅車隊返去李澤楷先至姍姍來遲，將豐田車隨手停喺路旁。
此外，因為母親去世嘅事情，李澤楷同李嘉誠嫌隙好長時間，老豆安排嘅工作都唔認真去做。為咗家和萬事興，佢幫住老爺盡量彌補同李澤楷嘅關係，成為調和父子關係嘅潤滑劑。據講喺李嘉誠分家一事上，黃麗喬勸說老爺俾李澤楷大量資金，允許佢外出創業，先至有咗後來李嘉誠嘅分家方案。通過多年忙碌，李家父子三人對李家呢個女主人都表現出滿意。為數不多嘅採訪中，黃麗喬總結自己喺豪門中嘅經驗：太太要順從老公，老公要尊重太太。黃麗喬除咗順從，仲格外低調。嫁入李家30年，佢不混貴婦圈，唔拋頭露面，從未有過任何有爭議嘅言論同埋事件，穩穩咁成為李家嘅賢內助。而家黃麗喬大女李思德已經順利成為李嘉誠基金會嘅董事，黃麗喬或許又要忙碌李家第4代嘅事情啦。對比黃麗喬，梁洛施顯然唔符合李家對新抱嘅要求。佢係個私生女，12、13歲出嚟混社會，進入演藝圈之後，仲同人哋傳過戀情。不過梁洛施有過人嘅美貌。英皇力捧出錢培訓佢琴棋書畫，量身定做電影《伊莎貝拉》，領梁洛施18歲即係斬獲影后大獎。英皇期待佢嘅美貌係下一個張柏芝，電影方面下一個張曼玉，但係2年之後佢堅定解約。咁雖然李澤楷為佢交咗贖身費，但喺電影圈落下咗唔好嘅口碑。另外，坊間仲有一種講法，梁洛施為咗生雙胞胎，使用咗迷信嘅方法，先至令到李澤楷離佢而去。有話數呢一個範本，梁洛施嘅經歷的確過於雜亂，全都係邁入李家門檻嘅障礙。儘管佢生咗3個仔，周凱旋嫁唔進李家，亦都係有講法㗎。1961年出生嘅周凱旋，比李嘉誠年輕32歲。佢出生喺香港普通商人家庭，並非含住金湯匙嘅天選之人。不過周凱旋喺社交同商業方面都有過人之處。畢業於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之後，周凱旋便喺香港做咗個普通打工人。上世紀80年代，佢認識咗著名導演徐克嘅太太施南生，又通過施南生結交咗政界人物，又通過政界人物見到咗李嘉誠。1993年，北京王府飯店毫無地產經驗嘅周凱旋，用5分鐘時間說服咗李嘉誠，投資將近20億美元喺北京王府井邊緣做東方廣場房產項目。周凱旋一戰成名，並走進李嘉誠身邊，成為最不可替代嘅朋友。周凱旋嘅戰績，仲有喺互聯網盛行初期，說服李嘉誠投資咗 Facebook。僅呢一筆投資為公司掙咗幾十億美金。作為李嘉誠嘅陪伴者，佢不單止為李嘉誠處理好多公事，私生活都照顧周到，時常公開獻殷勤。有一次佢知道李嘉誠要同某人開會，便打電話提醒李生小心啊，嚟同你開會嘅嗰位先生患咗感冒。另外，周凱旋為咗顯得般配，彌補30幾歲嘅差距，經常把髮型整得老成正顏色深沉嘅香奈兒套裝。李嘉誠嘅鞋帶鬆咗，周凱旋便會掹低身為佢綁鞋帶。前2年，內地媒體高呼冇被李嘉誠跑咗。喺周凱旋安排之下，李招人接受內地媒體專訪，修補岌岌可危嘅內地形象。周凱旋嘅所作所為係有回報㗎。喺李嘉誠身邊工作30幾年，周凱旋身家超100億，穩穩佔據香港女富豪前5位，最高嘅時候到達第2位。李嘉誠亦都多次同佢公開牽手，並稱佢係紅顏知己。但係周凱旋點解嫁唔進李家呢？佢冇聲譽上嘅問題，且精明能幹。總結港媒多年嘅臆測，呢一段感情應該係被2個仔李澤楷唔認可，先至導致周凱旋嫁不進周家。但係我哋尋常人家老豆想結婚，子孫都管唔到。李超人富可敵國，點會受制於小仔嘅語言脅迫呢？情況或許係李嘉誠結婚意願不強，佢冇生育方面嘅需求。
另外喺佢百年之後，一個精明能幹嘅老婆跟兩個仔之間嘅財產爭奪，會係一向低調嘅李超人想睇到嘅結果咩？至於能唔能嫁入豪門，佢哋或者係諗過，但係事到如今嫁唔進又點啊？黃麗喬固然係人生贏家，卻冇梁洛施嘅瀟灑嘅意。佢手揸三個仔，食住李澤楷上，高興咗去拍拍戲，平常健身照顧細路，生活照樣樂在其中。周凱旋就正經厲害啦，事業上縱橫天下，只要佢願意，香港頂級貴婦圈嘅聚會，佢隨時可以參加。周凱旋話：佢感激李嘉誠俾佢機會，打開咗命運嘅大門。但喺男女感情上，最靠得住嘅感覺係對方係咪最不可替代嘅朋友。黃麗喬、梁洛施、周凱旋都做到咗，而家佢哋都係李家最不可替代嘅朋友。今日嘅影片就到呢度，歡迎訂閱、讚好、轉發，我哋下期見。